喂，成日聽人講電動車 Tesla 好勁，但其實最賺錢嘅可能唔係賣車嗰個，而係背後賣兵器嗰位大佬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呢隻新股，先導智能470，佢就係全球電池戰爭裏面最大嘅軍火商。業務解構，佢唔做車，佢做電池兵工廠。想像你同班 friend 開 party，個個都想整珍珠奶茶，但最發達嘅唔係你班友，而係賣珍珠、茶葉同步封口機俾你哋嘅供應商。先導智能就係咁，寧德時代、比亞迪、Tesla 呢啲世界級奶茶店要瘋狂開分店，全部都要同佢買智能封口機，即係電池生產線。佢有幾巴閉？全球電池設備市佔率第一，15.5%。即係10部新電池生產線，有超過1部半係佢整，乜鬼電池都整到，方形、圓柱、刀片電池，甚至下一代固態電池嘅設備，佢都已經研發緊，好似一間咩手機殼都兼容到嘅配件鋪，仲要撈個界做埋光伏、太陽能同智能物流設備，等自己唔使淨係睇電池頁面識。為想玩新股暗盤揾食，記住富途牛牛嘅旺場。開戶之前入邀請碼 MCSN， 即刻搶200蚊現金券加1800蚊迎新。條片有攻略，睇片跟住嚟，包你容易過喺茶樓搶到1蚊一隻雞。增長潛力，食正兩大，未來風口。一、電動車仲係剛開波，全球電動車滲透率仲好低，等於當年智能手機仲係用緊 iPhone 4嘅階段。未來換機潮同升級潮仲有大把。二、充電寶市場大爆發，講緊嘅係儲能。風力、太陽能發電唔穩定，全世界都要買超大充電寶去儲起啲電。呢個市場先啱啱起步，大到你唔信。最關鍵問題 ，H 股係咪 friend 價？重點嚟啦，佢喺深圳 A 股300450嘅價錢大概係62.6港紙左右，但今次嚟香港上市，最高招股價只係45.8。即係話，你用大概73折嘅價錢就可以買到同一間龍頭公司嘅股票，呢個折讓算係幾有誠意，叫做有個安全氣墊。終極問題，值唔值得抽？睇你係邊類投資者，適合抽嘅人，你係呢類嗎？收息長揸，佛係玩家。你信綠色能源係未來大趨勢，可以放筆錢喺度睇3至5年，唔怕中間股價上上落落坐情緒過山車。個折讓價就係你嘅早鳥優惠。信名牌跟車型投資者，今次有 Oaktree、摩根士丹利等10個國際級基石投資者夾份認購咗成2.75億美金，佔發售規模一半。即係好似你去食飯，見到成班米芝蓮大廚都幫襯緊同一間小店，個信心即刻唔同啦。如果你係好驚蝕錢嘅穩陣派，咁就要諗清楚呢間公司係週期王，業績可以好癲。2023年賺17億。2024年得返2.6億，2025年又爆升返。總括嚟講，先導智能呢次 IPO 就好似用學生優惠價買一部最新、功能最齊嘅旗艦手機，龍頭地位加未來概念。但部機有個已知缺點，個電量顯示業績會時不時跳掣，一時100%，一時突然得返20%，嚇你一驚。你接唔接受到呢個特色功能，就決定咗呢部機適唔適合你。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同埋潛力幣資訊，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